双语国家的政策争议不断，伫早起立法院审议双语国家发展中心的设置条例草案，为草案的名到详细内容，朝野立委拢无达成共识。落尾是讲爱条文全部保留，交互党团协商。咱讲这双语是包括国家语言和国际语言，不过草案内底煞无针对母语来规划。学者就指出，若是想要加强国家的竞争力，除了爱学国际语言以外，上重要的是爱认捌本土的语言，才有法度向国际来传播有在地特色的文化，加强国家的竞争力。日国发会主委景明欣审议双语国家发展中心设置条例草案，双语所讲的是国家语言甲国际语言，但是草案无对母语有详细规划，和部分立委口说是英语发展中心，落尾无达成共识，敢若通过第一章的章名，条文全部拢保留。有多少比重是放在母语？母语的部分，因为有另外的经费。好，那你这东西干嘛叫双语？你就叫英语推广就好了。如果只是要推动英语而已，其实就回到原本我们英语普及、英语能力提升的整体的政策。你要含国家语言，还是不含国家语言？或者你只剩下国际语言发展中心？黄美华拢参囡仔讲台语，伊讲对母语家庭来讲，无反对英语教学，不过爱参其他课程整体思考。咱是不是华语的时间爱甲伊减少？啊，无英语的时间要去倒位来，就是比如讲，即马台北市伊咧说双语教育，伊拢甲一寡较适合来做浸水式的学科，比如讲生活还是音乐，伊就提起用英语去教。双语政策希望增加国家的竞争力，但是母语团体指出，国际化的内涵是在地化，敢若学国际语言，却对家己的本土语言无认捌，是无法度达成目标。会当善用多种的国际语言来去教在地台湾的物件，讲互外国人了解。爱学咱这个社区的在地语言，先学会晓，了后再去学咱社区边仔的语言，再去学其他更较快、更较无共的这个其他语言，包含国际语言。双语国家政策争议不断，也有团体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，建议停止政策。短短3天，预计就达成目标。母语团体指出，台湾本正是多语社会，即马社会较看重强势语言，应该重新思考安怎伫重视本土语言的基础之下，加强国际语言。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。